耶！不要掌声哦！好，谢谢。希望大家投资原住民基优股那样。好，也因为拍了这个 MV， 就是好像在业界就这样传起来，就是运气很好，那时候就拍完也不知道哪里去放，然后刚好有一个电影创作联盟的大姐，她是召集人，然后叫王耿瑜啊。他很喜欢这支 MV， 他看完他当然也是笑翻了，跟各位一样，就这个不知道拿门子的国家拍出来的 MV 一样，很奇怪，语言不同，风景也不一样，但事实上都在台湾，然后耿怡大姐就很想要这支 MV， 我就给她了，然后她在台湾办了一个国际的那个电影的交流的那个算是一个活动啊，其中有什么戏剧类的啊，其中还有一个是音乐 MV 类的，所以那一天的晚上，他有邀我去看这样，然后对方是一个法国的音乐导演，就是他拍法国很棒，法国这个国家也很奇妙，他们国家很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尤其是在古迹修复这件事情很厉害。他们保存了很多甚至整座城市都留住那个17、18世纪，甚至19世纪那时候的建筑风格，所以怎么拍都好美，好好看哦！一看就觉得哦，好法国这样。然后放的时候，然后放台湾的，就放这支。然后说我在场，我傻眼，怎么放这个这样子啊？怎么放这个？然后全场的所有的影视同仁们都笑翻了。在场有方文山老师、王小弟导演，就是都是一些影视里面的大咖呀。他笑翻，然后人家法国导演还以为台湾的音乐 MV 都是这样。然后他更狠的是那个耿怡大姐还把我说，今天那个导演有来过现场哦，就把我叫上台，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场面了。然后但的确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误打误撞的开始，这个 MV 就在业界里面传开了。有一天就传到我的制作人的耳朵，然后制作人把我叫过来的。苏命，你是最近跑去当导演啦？没有啦，你这帮什么导演啊？要不要给我看看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想跟我的制作人讲说，当初放给你那首歌啊，就是电音的那首歌嘛，就是我很想要做的一张专辑，跟我很想要做的一个原住民的音乐。可是那时候你没有给我机会，我不敢讲。对，那时候我不敢，所以我就放给他看那个 MV 啊，他当然也觉得很有趣，又没看过，但是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拍出来的，但是我们有十足的创意跟我们自己的音乐的素材。于是或许制作人就这样子吧，看到我这样的前后的时间，大概就已经距离了1年半，快2年的时间在酝酿，然后老板终于才答应要投资我，我觉得是投资我，给我一次机会去做我的母语专辑，所以才有了这后来的生命的第一张母语创作专辑。听过没有？哇，好，那听过就不要放了。我还可以讲别的啊，好不好？还没听过的请买专辑，请投资原住民，让我有机会有更大的资源，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我想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啊，其实我每年都会办一个活动，就是海边的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前阵子才刚结束。但其实它是有个由来的，就是我一开始回到部落啊，我也觉得这些弟弟妹妹们都很迷惘，他们比我更惨，他们国中只会去网咖，不像我国中，我阿公还在，我阿公还逼着我去学一些原住民的技术的或者是文化的东西，但是我是被逼的哦，就是懵懵懂懂的情况之下，可是至少我还有那个机会学到这些事情，可是这些弟弟妹妹没有。所以我很想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但主要是希望他们能够喜欢，而且能够拿去用。像原住民的历史题材故事啊，很多都可以拍成电影。其中最厉害的，大概大家都知道嘛，魏德胜导演，对，
他结合了他学会的那些类似好莱坞的拍片的手法，去呈现了原住民的历史故事。啊，你看，而且得到人家8亿的资源的投资，我觉得是投资哦。我爸孙老师也是啊，他做法国面包，可是他用原住民的小米酒酿去做法国面包，得到世界法国面包冠军。他们2个都不是原住民，可是他们都觉得原住民的素材那些留下来的东西都很珍贵，而且好好用，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的，我不知道是不一样的作品，或者是可以跟大家更多人来认识原住民。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学，所以我用的方式是我出去外面唱歌，用赚到的唱歌的钱去带这些部落的弟弟妹妹开始学一些传统的技能，就很刻意的去营造一个环境。以前要学根本都会觉得很土，干嘛学这个？对，学这个又不能当工作，可以，你好好去发展出来，搞不好原住民的 GUCCI 包包就是这样完成的，不一定啊。哦，他阿公也会，我就带阿公去带这些国中生、高中生撒网。你干嘛？现在还有人在吃鱼还要撒网吗？去菜市场买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可以好好用，我那天看到云门舞集的那什么《流浪者之歌》吗？他不是用米吗？掉到头上啊。那我如果换个方式呢？撒网，一大堆舞群有没有？撒网撒出去有没有？撒网一直撒网，一直撒网，一直撒网，很酷哎！我不知道啊。可是撒网这个事情会不会在另外一件事情里面发生，变成一种舞码？那个叫做《流浪者之美人鱼》，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只要你好好去用，好好去发展，它都是有机会去。而且重点是这些东西独一无二，别的国家也没有，就台湾有，而且都在原住民的身上。那你要不要投资？要不要去做？我就这样说，这些孩子，我就是希望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更年轻，他们有十足的创意，只是他们没有这些技术。如果他们现在在部落里面，先把这些十足的这种技术跟创业协会，他到外面，他看他学的是什么，学的是医疗，学的是美容，学的是什么，去结合学的是科技，把它结合起来，或许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事情的呈现。然后唱歌是我会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教他们唱歌。然后也带他们出去走走，那时候还带了几个艺人会去部落里面，就温岚，然后跟他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更有信心去学习这些原住民的事情。